SensorDX 閃電下單，全通路接單神器。Uber Eats、Foodpanda 手機數碼點餐的訂單都將及時送上雲端，系統可辨識訂單來源，讓印表機自動出單，列印出對應票據。以下我們示範 Uber Eats 點餐、接單、出單流程。首先我們先來點餐，那我們就簡單點一杯四季春清茶，甜度選微糖，冰塊選正常冰。顧客於 Uber Eats 下單後，訂單會即時同步至 SensorDX 系統雲端，系統接收到訂單後，印表機將自動出單，有效提升出餐與作業效率。同時，商家也可登入 SensorDX 後台網站，即時查看訂單詳情。進入後台後，點選上方的訂單管理，並進入實時訂單查詢。下方列表會顯示每筆訂單的資訊，包含訂單來源，像是這筆單即為 Uber Eats 訂單，以及取單號、訂單金額等等。若需要查看單筆訂單的詳情，點擊右側的查詢，進入訂單詳情頁後，可清楚查看訂單狀態、商品數量、訂單金額以及商家實際入賬金額。下方同時提供訂單基本資訊與顧客資訊，方便核對取餐號、訂單編號與聯絡方式。繼續往下，可查看商品明細，包含品項內容與客製選項。最後在支付資訊區塊，確認付款方式與實際支付金額，完成整筆訂單的查核。Foodpanda 基本也是一樣的流程，接下來我們快速帶過。這裡示範點一條生魚卷。顧客於 Foodpanda 下單後，訂單會同步至 SensorDX 系統雲端。系統接收到訂單後，印表機將自動出單。同時，商家也可登入 SensorDX後台網站查看訂單詳情，一樣是點選上方訂單管理，並進入實時訂單查詢。按下查詢，頁面會跳轉到訂單詳情，可查看訂單狀態、基本資訊與顧客資訊。下方商品資訊可以看到剛剛點的生魚卷以及付款方式與支付金額。